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、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我發現最近香港真係開多咗好多即撈海鮮嘅食店啊，幾百蚊食幾個鐘，啲海鮮任攞。今次我去呢一間都算係始祖之一啦，亦都係曾經好出名嘅肥牛哥事件嗰間嘅火鍋店。不過我就唔係去荃灣，今次嚟到九龍灣啊。首先搭地鐵去到九龍灣站 A 出口，一出嚟嘅右邊就係德福花園。我哋轉向左邊，經過天橋，由左邊落到地面，一直行到去福桃街，然後轉右，左邊係東九文化中心。然後再一直行去到牛頭角道，過馬路對面就係淘大花園，然後向右邊行去到佐敦谷北道，然後跟住條路直行去到路口轉左，再行入去，大約幾間鋪位左右，喺右手邊就見到啦。呢間火鍋店喺2樓，所以搭電梯上去2樓。上到2樓之後就會見到啦。呢間火鍋店真係人山人海啊！佢就分幾個時段進行呢個任飲任食嘅，所以喺每一個時段之前都有好多人喺出邊等緊啊。呢間鋪頭地方都好大，驟眼睇真係超過2000尺啊！今次我就星期六去食午市火鍋任食。由中午12點到3點，可以食3小時。一開波真係超多人出去攞嘢食啊！所以我建議，如果大家嚟嘅話呢，就唔使咁急去攞嘢食住，因為攞完第一轉之後就冇乜人啦。呢間自助火鍋最受歡迎就梗係佢嘅即撈海鮮啦。呢度海鮮主要係貝殼類。都有幾款，仲有草蝦同埋基圍蝦。而家香港都開始興起呢啲即撈海鮮啊，內地都有好多呢啲咁嘅食店。當然價格上，內地嘅食店更加實惠啦。但係呢啲基圍蝦似乎唔係隻隻都喐喎。咁當然呢度大部分嘅海鮮都係極之新鮮嘅。除咗貝殼類同基圍蝦、草蝦等等，呢度仲有花螺、鮑魚同埋蟹。大家可以攞個鐵桶，然後自己夾完啲鮑魚之後，可以攞俾職員洗。除此之外，自助區仲有扇片同埋生蠔、帆立貝、鵝腸、魚肚、花膠、田雞腿同埋各式各樣嘅丸類，種類都幾多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魷魚啊、芋絲、蓮藕等等，仲有豆卜、金菇、蟲草花同各式嘅菇類，仲有芋頭同埋各款蔬菜，亦都有番茄同埋羽衣甘藍。啲食材望落去都好新鮮，亦都有軟雪糕機同埋糖果專區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配料放落雪糕上面，亦都有一啲餐前嘅小吃俾你選擇，好似中華沙律，仲有一啲新鮮嘅生果。另外都有2款點心，分別係燒賣同蝦餃，亦都有炸魚皮、響鈴同埋午餐肉等等，都有啲熟食，炸餃子、焗榴蓮。呢一個係粉絲蒜蓉蝦，仲有秋葵，有糯米飯、糖水、蛇羹同埋蟹粥，仲有燒菠蘿同埋炸雞，仲有三色芋圓。呢度有啲花奶俾你哋自己落。仲有各式各樣嘅調味料，選擇都真係好多啊！
跟住就去到左邊嘅甜品同雪糕專區，甜品都有10幾款啊，有布甸，有芝士撻，有榴蓮蛋糕，有曲奇，有豆腐花，有馬卡龍等等，亦都有香芋西米露同埋楊枝甘露。除咗軟雪糕之外，仲有14款雪糕任你揀，亦都有幾款哈根達雪糕。呢度飲品都種類繁多啊，成個專區啊。有一個熱飲櫃，亦都有菊花蜜、白酒、清酒、梅酒、蔗汁、椰青水、豆漿、橙汁，仲有生啤，仲有各式各樣嘅罐裝飲品，加加埋埋都有數十款選擇。佢呢度都有一啲自家製嘅飲品，包括烏龍茶、奶茶等等，亦都有一啲罐裝嘅咖啡、果汁、鹹金桔、綠茶，亦都有幾款維他嘅飲品，同埋各式各樣嘅可樂、汽水。咁呢度座位呢都幾舒服，亦都有一啲圍巾呢俾你自己去攞，咁就唔會食到周圍都係。今次我哋就嗌咗一個椰子雞煲，冇咁熱氣啊嘛。另外都可以另外落單，要一啲肥牛同埋豚肉，有澳洲 M5 和牛、美國肩胛肉同埋一啲豚肉等等。我發現呢一間餐廳每一間分店嘅價格上都略有不同。今次星期六嚟食午市呢一個打邊爐就318蚊一位，然後另外有加一服務費，合共就大約350蚊一位。但係呢度係冇長者優惠噶。呢度嘅嘢食的而且確係比較新鮮同埋靚，食物嘅質素都幾高，啲肥油真係好靚，好好食。但係350蚊一位嚟講，抵唔抵食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因為對於我呢啲可能相對比較細食嘅人嚟講，其實根本係食唔到350蚊嘅食物。就好似基圍蝦咁，喺街市買最平係28蚊一斤，最貴嘅話大約58蚊一斤，而鮑魚最平嘅話大概6至7蚊一隻，如果貴嘅話起碼都要11、2蚊啊。所以如果食量比較大嘅話，咁呢度性價比就真係好高，同埋都幾實惠啊。但係講真，呢度任飲任食嚟講，真係幾多選擇，同埋食物好新鮮。而值得一提嘅係呢度嘅生蠔啊，真係好大隻啊！而且煮熟咗之後，佢都依然係冇乜點縮水，好大隻。呢度嘅甜品味道都唔錯啊，而呢一個南瓜就打卡一流。味道就比較普通啦。整體嚟講，呢度嘅食物同環境各方面都非常之好，但係價格上真係略貴。反而過去深圳食相同嘅嘢，可能價格上真係會平一截啊。仲有一樣嘢要注意，如果你嚟呢度食嘢嘅話，記得 book 台啊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